消委會測試發現唔少飲品嘅糖含量偏高，當中益力多嘅糖含量最高。而另一項調查則發現，市面上嘅除皺眼霜都唔能夠大幅去除眼部四周嘅皺紋。廖海瑩報導。消委會測試市面嘅乳鮮包裝飲品，發現多個樣本中以乳酸飲品嘅糖含量最高。一支益力多嘅糖分等於3塊方糖，佔成人每日游離糖攝取量逾30%，即每日飲超過3支已經超標，可引致肥胖、慢性疾病同埋蛀牙等。消委會擔心乳酸飲品容量細小，味道偏酸，容易令市民誤解糖分唔多，建議市民應該適可而止，否則淨係飲飲料未計正餐，攝糖量足以超標。此外，一啲聲稱冇糖嘅沖劑同埋低糖嘅飲品，糖含量同樣超過每100克含唔多過5克嘅標準。另外，消委會另一項調查發現，市面上冇一款眼霜能夠完全抹去皺紋。當中表現最出色嘅，亦只能減少眼袋同埋眼尾位置皺紋嘅長度同埋深度。調查又發現，眼霜嘅價錢同功效無關。售價150蚊嘅眼霜，除皺功效較售價1300蚊嘅眼霜好。城市電視廖海瑩報導。